立法院三读通过租赁条例，全面来适用消费者保护法。厝税必须爱实际来登记，厝的状况伫签约了后的30天内嘛爱申报。虽然对于税厝的民众来讲是较有保障，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税厝市场的透明化，阁有正大的进步空间。租赁条例1月12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，未来厝头家除了必须爱申报实际的金额，订契约了后30天内提供厝体的资讯以外，若无遵守条例，会罚3万到30万。厝卡的保障嘛有提悬，全面适用消费者保护法。消费者很难去判断你房东到底是一次租还是反复租，所以这一次租赁住宅条里面修正，就把它简化，全面适用消保法的规定，房客就是消费者部分全部可以适用我们消费申诉的管道，可以跟消保官去做申诉，甚至是跟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。面对修法的结果，民间团体表示欢迎，不过认为真侪所在还阁需要改进。崔妈妈基金会表示，有70%到90%的厝头家是用自用的名义来申报，造成租厝的误区。有的厝体品质有问题，煞无通管。很糟糕的屋况品质，事实上。这个部分也拿出来出租，那个部分长期来讲，事实上是要有一些规范的，包括住宅法里面的基本居住水准，以及基本居住水准如何做一个这样的一个，无论是登记或是就物况的一个控管。它的整个那个可支配所得用在那个他住屋居住的这个部分，最好不要超过1/3。那如果能达到1/4，是一个比较更理想的一个状况。钱变薄，租金直直起，民间团体建议理想的范围是厝卡薪水的1/3以内。针对租厝的品质甲绩效，民间团体会继续把关。记者麦上英曾准由台北报道。